你好，我係 Barry。呢個 podcast 節目呢係講關於創意，目標係同大家分享用創意思考創意，用創意實踐創意。今集講創意嘅法則，簡單嚟講就係列舉由產生意念到實踐嘅過程。過程之中呢係會有唔同嘅重點嘅，希望大家能夠明白呢啲步驟同埋佢哋嘅功能。喺運用創意嘅時候呢，就會有一個比較清晰嘅思考同執行概念。第一樣我哋要知道嘅嘢就係創意嘅出現呢，就係為咗解決問題。我喺第二集講過，喺大自然裏面，創意係為咗生存。物種有獨特嘅形態，就係因為要喺特定嘅環境裏面保護自己生存落去。所以創意有一個最大嘅原則，就係為咗解決問題而產生嘅方案。嗱，試舉一個好生活化嘅例子，假設有一個人，佢要送一份有意思嘅生日禮物俾一個正係追求緊嘅對象，佢想揾一個完全適合呢個對象嘅方案，呢個就係需要有創意方案去解決問題啦。要解決問題，首先就要識得問適當嘅問題，先至有可能朝住正確嘅方向去揾答案嘅。開始有主題問題之後呢，就要進一步仔細咁去理解問題嘅特性。就算用今日最熱門嘅 AI 創作方式，你都要識得同個軟件做一啲有建設性嘅對話，俾佢清楚了解你嘅問題，佢先至可以提供到好嘅答案。所以要明白同分析問題，然後揾答案，係一個一連串嘅過程嚟嘅。即係話，如果一個人去思考呢件事嘅話呢，就係一個自問自答嘅思考模式啦。繼續沿用諗生日禮物嗰個例子，繼續思考個問題，可以係關於對象嘅喜好、預備禮物時候嘅經濟條件啦，禮物係物質啊，抑或係節目，抑或係兩者嘅結合，係心思意念啊，抑或係貴價商品，好多好多嘅考慮，唔同嘅條件喺整體方案裏面嘅比重又點樣分配呢？第三樣呢，就係列舉解決問題嘅條件。我哋可以列出解決問題嘅條件可以係乜嘢？例如有幾多成本啦，有幾多時間同能力呢，可以執行呢啲事啦。除咗實質嘅客觀條件之外呢，創意係極之需要去滿足情感嘅部分。例如一個好劇本嘅電影就要滿足到觀眾嘅情緒反應，拍攝同製作技術就係成為客觀嘅條件啦。旅行同購物同樣都係需要得到情感上嘅滿足。所以喺生日禮物嗰個例子，另一個好大嘅思考範圍就係滿足對象嘅感情需要。又例如你諗下各種生物嘅外觀，幾乎所有雄性嘅外形，某程度上都係為咗吸引異性而發展出嚟噶嘛。第四樣嘢呢，就係跳出框框嘅思維。講創意成日有話跳出框框嘅思維 ，think out of the box。以我個人嘅經驗同觀察所得呢，呢個同每個人嘅先天性格有多少關係？例如，如果你認識 MBTI 嘅人格理論，其中簡單分為邏輯思維同感性思維、外向性格同內向性格，呢啲都會左右每個人嘅創意思維能力。邏輯思維喺諗問題嘅時候呢，會朝住一個直線性比較因果嘅諗法。感性思維可以多維度思考，會好天馬行空，喺同一段嘅時間裏面涉獵好多唔同嘅諗法，可以同時進行。以邏輯思維為主嘅人呢，係比較難去理解呢一樣嘢嘅。而好多主力做創作嘅人呢，都有多維度思考嘅特性。第五樣呢，就係高質素嘅創意呢，好多時候都係非因循現有嘅想法。好多時候思考解決方案，人往往係會傾向先諗到一啲以往有嘅經驗，即係好多以前人做過嘅方法。例如嗰個生日禮物嘅例子，如果係一個短期旅行，可能最先諗到嘅就係去日本玩4-5日啦。因循嘅想法同創意思維嘅質素呢，係大有關係嘅。呢個又係要睇每個人對於解決問題有幾大嘅要求同期望啦。又舉一個大家好有共鳴嘅例子，蘋果手機未出現之前，全世界唔同款式嘅手機都係由好多鍵盤組成嘅。
冇一個發展商會諗到同相信將螢幕變成輸入同時取讀嘅一體化界面，又將軟件同硬件用一個革新嘅方式互相配合。呢個就係一個破格創意思維最佳嘅例子啦。蘋果公司曾經有一個口號叫做 Think Different， 非同凡想。如果你好少做創意思考，我就會建議你呢可以喺生活裏面一啲小事上面試下諗得唔同一啲，用我跟住講嘅步驟。我以前喺學院教設計科目嘅時候，會鼓勵新學生將整個思考過程呢記錄喺紙上面，無論係寫字或者畫畫都得，形式不拘一格。因為如果唔係咁樣做嘅話呢，我哋好難去重溫思考過程裏面每一個細節。就好似呢嗰啲偵探電影，主角探員呢就會將種種嘅線索都釘喺一塊顯示板上面，從中去揾種種蛛絲馬跡嘅關聯。呢個正正就係符合蘋果創辦人 Steve Jobs 所強調嘅創意思維啦，連接點子 connect the dots， 嘗試去諗唔同事物嘅相關性，諗一個前所未有嘅可能性。第七，單有意念呢係唔夠嘅，要勇於實踐。喺最高層次同質素嘅創意方案，就算諗得到，好多時候都係因為方案係前所未有，又或者其他種種現實嘅擔心而唔夠膽去實踐。其中一個最常見嘅理由呢，就係風險嘅考慮啦。正如之前講過，人往往係因為安全感傾向呢從舊有而大路嘅想法，未有人做過嘅方案，冇經驗或者保證可以一定成功嘅呢啲諗法，就係創意嘅最大黑星。有好多事成功與否，其實好在乎個歷程，並唔會一次過就會完全成功。舉例，如果你要去煮一道新嘅菜式，第一次煮未必係最合心意嘅，但係如果真係一個好嘅食譜，煮多幾次，調節下烹飪技巧，嗰味餸呢就會煮得越嚟越好啦。意念好唔好同執行能力呢係兩個唔同嘅考量嚟嘅。好啦，今集呢就講到嚟呢一度，歡迎大家 like 同 subscribe 我呢個 channel。你有乜嘢諗法同回應，歡迎你喺呢度留言，我哋下次再傾。